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为着明仔载高雄教会第一届的线顶礼拜，咱来做准备。所以有一寡代志牧师等下伫即期影片的中间来甲大家分享。请大家做伙来听。首先就是讲明仔载礼拜开始前，咱会准备一个会前的练习的时间，所以请咱9:20就提早伫9:20进前来开始，来到即个内底，就有抒琴，咱只有抒琴就开始弹琴来陪伴咱的心。咱今日要伫即个预告片内底，咱要练3首诗歌，是明仔载咱的礼拜中要吟的。咱即摆拢看到即个画面就是明仔载咱9:20就会看到即个画面，咱就伫遮搁一摆来准备咱的心，虽然地点礼拜的地点无共款，但是咱敬拜主的心是不变。咱圣经甲咱教导，毋通停止聚会。咱来看下一页，我遮卖当操作咱安静咱的心，互上帝的神进入咱中间。我明仔载要分享的主题是受到挑战的教会。因为教会上大的挑战就是主耶稣要离开，但是上帝无用圣神来感动教会继续聚会，所以这是我明仔载所要分享的主题。伫明仔载礼拜开始前，咱会记咧做一个代志，就是如果你是用手机连到电脑，咱就爱用手机来切做飞行模式。你看遮有一个飞行模式，伊就甲你的电话先暂停，一直到礼拜后7点钟后，你才甲伊切倒来。如果你是用电脑，就无即个问题，因为只有网络就袂人敲电话入来。咱有福音钟声，我有一支小支的手摇铃。咱来唱第一首歌，主，我要学了你。我们字幕可以调整一下，不会盖到字。咱做伙来唱这条诗歌。吟诗的时阵，咱会当徛起来，因为我要弹吉他，所以我较无方便。但是咱明仔载吟诗的旋律当做伙起来，做伙徛起来吟。咱做伙来唱这条歌。主，我要学了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一秒多关联，为显更你生命。
咱唱2节就好吼，啊，明仔载咱阁有第3节，吼，今日是预告。然后信用告白部分，依然请大家起立，吼，我会拍伫即个影片顶悬，吼，咱就做伙来告白咱的信用，我信上帝。过来是启用的部分嘛，伫遮大声吼奉上吼预告吼，咱要读即个新圣诗54篇马太福音第5章吼，天顶的天国的即个背后吼，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会众就应吼，咱伫遮来练习看卖吼，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然后爱互大家显者吼，我遮未显着来，所以明仔载会记哩，咱先准备好，咱个听好，几秒钟，咱做伙来预备来，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因所应允的土地。会当较大声吼，咬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把助。好，其他阁有4个福气吼，咱明仔载才阁读吼，今日是预言吼。过来圣经，咱要做伙来讲首吼，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到14节，咱由完做伙来读吼，咱做伙来读预备，请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灾灵，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吼，这是主耶稣所讲。这话讲了，耶稣受直接上天，然后有天使穿白衫，这是咱明仔载所要读的圣经。然后所有学生佮组织，来祈祷，专门祈祷，这是伫真困难的时阵，犹原组织，犹原无停止聚会，一个真好初代教会信仰的典范。咱明仔载要伫遮来分享，然后读经后，咱犹原有一个回应的诗，圣哉圣哉。然后讲道煞，咱要唱这条回应的诗，咱做伙伫遮来练习，咱做伫遮来练习，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中，我早生活着要走我，拄起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光伫倒位？伫遐就有自由，世界随风路过当当，叫你灵来使我自由。搁对头，自由的灵啊，你有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中，我早生活着要走完，拄起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伫倒位？伫遐就有自由，世界随路过当当，叫你灵来使我副歌，做伙来唱哦。你的灵啊伫倒位？伫遐就有自由，就有自由，世界随风路过当当。
自由，求你能来使我自由。好，希望咱拢会当伫圣神降临节的时，领受到这个福气，就是无论伫倒位，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自集，圣神就伫咱的中间。好。最后奉献的部分吼，咱有3种的方式吼，我是鼓励咱大家吼，就是第一种吼是划拨吼，邮政划拨，户名就是跟教会。第二种吼是用存簿吼，咱就是无责存款嘛好 ，ATM 转账嘛好，也是咱有网络银行吼，咱网络银行直接用手机就会当网络转，总是爱注明讲吼，咱的。这个名字吼，加这个和这个会计人员通对照吼，通对照。如果你这两种你都感觉无方便吼，拢感觉无方便，佫有一种是就是讲来教会吼，准备奉献袋啊吼，准备奉献袋啊吼，所以咱明仔准备3项物件，吼，就是吼，来请看吼，圣经吼。圣经，圣经爱准备，再来圣诗，咱明仔用新圣诗，圣诗爱准备，再来就是爱奉献，奉献的时阵，咱一个家庭放一个奉献袋啊，互囡仔，互人拢甲这个要奉献的钱放伫内底，伫奉献的时间咱来奉献，这是教会的奉献袋，咱拢应该拢有使用过，如果无吼，因为咱即马伫厝诶，咱毋免特别来教会摕奉献袋，你摕一个信封，摕一个红包袋啊，吼，像安尼，你就写，写讲好，比如安尼，2021年5月23，名写好，感恩奉献，金额偌济，你就。把这个钱放伫内底，找机会、找时间来到教会的时阵，就放伫办公室。医院拢有人上班，安期甲夜有影会上班，你就甲伊放伫迄个奉献箱内底，写明即个名日期、金额甲项目是要为团契奉献，为虾米项目感恩奉献决定奉献。好，咱再来看。明仔载伊会报告有一寡要紧的事，甲大家大家知影最后是这个大道的时间因为这个疫情也好欠水的问题、无电真侪问题，咱需要为着台湾来祈祷所以咱做伙来唱这条诗歌为这块土地，咱谦卑来祈祷咱直接来唱一遍来，为这块土地，我深深祈祷。真理那根传递遍球，为一个城市，我谦卑憔悴，愿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高降临，愿风向他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高降临，愿。咱就要
要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吼，这是咱明仔载所要唱的几首诗歌。最后吼，牧师甲这要紧的事吼，搁提醒吼，就是讲咱今日收到这个影片以后，咱就爱思考吼，怎样伫礼拜日咱无伫笃行教会礼拜堂礼拜，但是咱将咱的家庭变做一个礼拜，吼，变做一个教会，就是无论客厅、饭厅拢会使，吼，你小可布置者，然后用电视、电脑、投影机，拢会使。你只要大家看了会当清楚，若是真正无法度用一个平板嘛会使。最后的选择则是手机啦，因为手机的画面真细，手机的画面真细。你一礼拜规工伫遐1点钟啦，1点钟拢用迄个手机看，可能会较院长会较感觉字较无遐清，所以咱一定爱上好就是传伫电脑、电视顶悬，屏幕迄 monitor 较大，佫要紧就是来试看觅，你今日就甲即支牧师拍即影片练看觅，看你的网络是毋是拢真好，画面、声音的品质拢清楚，佫来就是讲迄个气温，我今日嘛特别甲这后壁本来有一寡物件顶甲规个，我拢甲伊清掉，互即个画面，互即个空间会当变做真清气，真单纯，互迄个气氛会当变做上帝临在的一个至圣所。咱如果厝诶，咱做伙伫客厅伫倒位做伙敬拜，咱当翕一张相，伫礼拜前、礼拜后，莫伫礼拜中，翕一个相，互大家讲因是安尼因是安尼，咱就当彼此参考。最后就是我拄则讲的，就是圣经、信息、奉献、爱心传好势。最后伫礼拜进行的时阵，咱就是有9点20分开始练习，然后衫你就爱穿好势，毋通像即个即马在家教育讲真济，真济学生讲家长讲囡仔咧视讯，结果老爸穿一件内裤，后壁走来走去。当然，明仔载游玩是牧师直播，咱牧师袂看到恁，恁会看到我，但是上帝临在，咱就无随便无凊彩，最后就是一定要专心伫迄个礼拜中间，全家做伙来参与，无做其他的事，该徛起来就徛起来，该坐就坐，无哪食早顿，哪做其他的事。好，以上期待明仔载，咱拢做伙伫线顶礼拜做伙聚会，毋是收看节目，是做伙伫遐来敬拜上帝。愿上帝赐予咱大家平安，明天见，拜拜。